台湾有真侪世界第一，卫福部健保署公布的数字，台湾洗油脂率是世界第一名。这一年的医疗费用爱449亿，连续得到上开钱一边的第一名。这上开钱的第一边呢，最新的警示是三高甲糖尿病拢会致使油脂的病变，这是说油脂的高危险群，而且三高佫有愈来愈少年出世。这个油脂科医生嘛提出警告，讲未来洗油脂的年龄层可能一年比一年较低。甚至有人是为少年洗到老。若当拢食伤油、伤咸，小心容易得到慢性病。医师讲，上可怕是这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当然年轻化。跟饮食跟我们的这个遗传那生活作息都有相关，无声无息往往就造成后续一些像心脏啦或肾脏的一个受损。洗油脂年龄渐渐降低，会面临洗愈久的情况，也就是讲，这个人必须要对少年洗油脂洗到老。这洗肾的患者当中有一半拢是因为糖尿病，因为有1/3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到油脂病变。糖尿病确实啦在我们的人口里面的比例也是逐渐上升。像我们的这个饮食的西化没有像过去一样就是粗茶淡饭，那现在大家都吃精致的食物。另外，慢性油脂病也有油脂过少，伊嘛是洗肾危险族群。健保署最近公布数据，台湾洗油脂的比率是世界第一，一档的医疗费都要449亿。另外，医师嘛提醒，如果你是高风险的族群，一定要定期追踪油脂的功能，量早发现，量早治疗。